接着係詩班歌頌，今日聯合詩班要為我哋獻俾上主嘅詩係 Lead Me Lord， 求主引導。歌詞係記載喺周刊嘅第8頁，大家可以參閱。弟兄姊妹，我哋今日非常之高興，亦感謝上帝，因為佢差遣黃家輝牧師嚟臨正道。黃牧師係崇基學院神學院嘅
校牧，佢今日嘅講題係踐行公義給神學教育的挑戰。我哋請黃牧師。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多謝潘牧師嘅邀請同埋安排，讓我今日有機會嚟到係代表崇基神學院係向各位嘅弟兄姊妹問安，亦都係去分享神嘅話語。我哋喺開始嘅時候，我哋先同心祈禱。願僕人口中嘅言語，弟兄姊妹嘅心思意念，蒙聖靈嘅啟迪，蒙主嘅悅納，禱告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香港稱唔稱得上係一個公義嘅社會呢？我估計有兩種嘅情況係可以嚟到去回答。認同香港係一個公義社會嘅人，尤其是係見證喺過去幾十年嘅裏邊香港嘅發展嘅人，喺佢哋心目當中比較起昔日嘅香港，今天嘅香港已經係一個相當公義嘅社會啦。因為佢哋認為香港嘅法制都係健全嘅，因為如果我哋唔滿意，就可以向政府嚟到去提出挑戰，有司法覆核。相比好多嘅社會同埋國家，香港都係廉潔。雖然我哋成日都仲會聽到一啲嘅新聞，有啲嘅官員或者有啲嘅人，佢哋嚟到係貪污瀆職、以權謀私。但係當聽到呢啲新聞嘅時候，即係話呢個制度係有效嘅，呢啲嘅人最終係唔能夠逃離呢一個嘅法網。私有嘅財產亦都係得到保障，我哋唔會突然之間俾人係強行將我哋嘅財產嚟到係拎走。我哋又可以享受好多唔同嘅自由同埋權利。相比起以前，情況真係相當好，所以香港應該係一個公義嘅社會。不過相信亦都有唔少人認為香港仲有好多好多唔公義嘅情況，甚至乎係越嚟越奇怪同埋離譜嘅。譬如我哋聽到有啲嘅官員話俾我哋聽，佢真係犯咗錯啦，咁佢就嚟到去道歉，一句嘅道歉就可以冇事。仲話俾我哋聽一啲好奇怪嘅邏輯，就好似呢一個屋邨鉛水嘅事件，係集體嘅失職，冇任何嘅掩瞞，真係失職嘅。不過卻係冇一個人係需要嚟到去負責。呢個嘅邏輯，大家能唔能夠去接受呢？如果係接受嘅話，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要諗下咯。聖經話俾我哋聽，世人都犯了罪。按照官員嘅邏輯，既然世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罪，係冇一個人需要受罰嘅。如果我哋係基督徒，我哋接受呢個邏輯嘅話，我哋嘅信仰就會可能出現一個好大嘅困難。又或者我哋會見到有啲尊貴嘅議員，佢哋出席會議會遲到，或者係無故缺席，亦都唔使交代，甚至乎用好多嘅理由。如果換轉呢個情況發生喺你身上，你在公司嘅當中，你估你嘅老闆會點樣對你啦？我哋覺得好奇怪，點解呢啲嘅事係可以發生喺我哋社會嘅當中呢？仲有一個好客觀嘅事實俾我哋去睇見，香港貧富懸殊嘅問題係非常嘅嚴重。香港喺發達地區嘅當中係數一數二出現最嚴重貧富懸殊嘅情況。有一個數字叫做堅尼係數，就係反映住一個社會貧富差距嗰種嘅情形。零就係代表住冇差距，即係話喺呢個整個社會嘅當中，我哋嘅財富，我哋所有嘅一切大家係平均分配，一個非常理想嘅情景。零係冇機會出現嘅，一就係差距最大。點先會出現一呢？
就係咧所有嘅財富差唔多就係集中咗喺一個人嘅身上，其他都係貧窮嘅人。呢個情況亦都冇可能出現嘅，因為如果有嘅話咧，呢個咁富有嘅人咧會俾其他人搶劫一空。咁所以無論係邊種嘅情況咧，極端都係唔出現。好啦，咁中間就係咧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國家嗰啲嘅數字啦。社會學者咧就認為0.4係一個咧警戒線，即係話咧少部分嘅人擁有咗嗰個社會裏邊大部分嘅財富，去到0.4就係警戒線。喺0.4以上咧係越嚟越危險嘅啦，因為咧越嚟越接近1嘅話咧，呢一個嘅社會國家顯然會出現一個混亂同埋動盪。而咧呢一個嘅僅有嘅數據咧只係2011年，因為就算去到幾個月前咧，喺政府俾我哋睇到嘅數字都係2011年嗰個嘅數據，香港係0.537，超越咗警戒線。如果而家再做嘅時候，唔知道究竟呢個數字係向上啦，定係向下？但我相信越嚟越多人感受得到，就係貧富嘅懸殊越嚟越大。你嘅收入似乎咧係難以抵消你嘅開支。以往中產嘅人士可能生活都有一定嘅質素，但係而家經歷嘅係越嚟越大嘅艱難。公義其實係一個好概括嘅講法。當我哋咧仔細嚟到去分類嘅時候，剛才我提到嘅嗰啲嘅例子，其實裏邊咧係包含咗所謂有商議性嘅公義、程序公義、分配嘅公義、社會嘅公義。咁所以究竟香港係唔係一個公義嘅社會呢？呢個可能都係留待大家自己嚟到去回答。但喺聖經嘅世界，喺聖經嘅時代，公義都係一個咧相當受到關注嘅問題，因為公義係上帝嘅屬性之一。所以當我哋嚟到去尋求公義嘅時候，其實就係因為我哋要按照上帝嘅屬性而行。喺今個主日嘅經課，正好就係嚟到去帶領我哋明白上帝對於公義嘅要求，而呢個要求亦都係我哋基督徒實踐信仰裏邊係非常重要、唔能夠缺少嘅基礎，亦都係為神學教育帶嚟咗唔能夠輕視嘅挑戰。讓我同大家一齊嚟到去從列王記上同埋咧係路加福音喺呢兩段嘅經文嘅裏邊，兩個嘅故事俾我哋睇到一個好重要嘅主題要求，就我哋點樣嚟到去踐行公義。喺列王記上第21章呢一個咧拿八葡萄園嘅故事，唔知咧有幾多個弟兄姊妹係對於呢一個故事嚟到去熟悉。不過咧，當我哋去睇呢一個故事嘅時候，我哋就會發現呢一個故事有太多嘅地方，好似咧仍然喺我哋今日嘅社會當中係見得到嘅。喺拿八呢一個嘅葡萄園嘅故事嘅當中，一開始就係介紹拿八係何許人，佢咧係耶斯列人。咁耶斯列人即係乜嘢嘅人呢？如果咧我哋睇歷代志上嘅第4章第1節同埋第3節，我哋就見到耶斯列人極有可能咧就係以色列嘅兒子嘅當中嗰位嘅猶大佢嘅後裔。咁即係話咧，耶斯列人應該就係以色列人嘅其中一個嘅分支。而喺撒母耳記上嘅第25章43節，俾我哋去認識到大衛有妻子，而其中一個佢首先娶嘅妻子就係呢一個耶斯列人亞希暖。咁似乎咧呢一個嘅耶斯列人同呢一個嘅以色列人咧係息息相關，大家咧係同宗嘅，有同一個嘅祖先嘅。拿八既然係以色列嘅後裔，佢住喺自己嘅地方啊，因為咧佢就喺耶斯列有一個嘅葡萄園啦。咁咧有呢一個嘅田產，愛嚟咧養妻活兒，養活整個嘅家庭。喺舊約嘅裏邊，我哋知道土地、身份、佢嘅生計，其實就係代表住上帝對人嘅照顧、保護。所以土地同人係不能夠分割嘅。對於咧我哋中國人嚟講，都係咧相當重要啊！
你能夠咧有一個嘅田地可以咧自給自足，養活一家，安居樂業，咁咧就帶嚟咗整個咧社會同埋國家嘅穩定。拿八都係安分守己嚟到去咧栽種自己嘅葡萄園，不過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嘅葡萄園，以致咧佢惹禍上身。當時嘅以色列王喺聖經嘅當中咧就嚟到去講呢一個咧係撒瑪利亞嘅王。咁呢一個嘅撒瑪利亞當然就係代表住以色列，呢個咧亦都係亞哈王宮所在地。既然係喺王宮嘅附近，當然咧應該本來係得到好大嘅保護，但係有一句説話叫做伴君如伴虎。既然咧咁近呢一個嘅皇帝，亦都咧係為到呢一個嘅拿八帶嚟咧好多好多嘅麻煩。因為咧呢一個嘅以色列王亞哈，佢咧就睇中咗拿八呢一個嘅葡萄園，因為咧好近皇宮。如果呢一個葡萄園係由佢嚟到咧去管理、去擁有，咁即係話咧佢可以得到最新鮮嘅呢一個咧係收成。咁所以咧就亞哈王好想得到拿八呢一個葡萄園。咁喺聖經嘅裏邊咧就話佢要愛嚟做一個嘅菜園，但係其實就呢個菜園嘅意思咧就唔係淨係愛嚟種菜嘅，係包括咗咧有其他嘅植物、水果、香料等等嘅。咁對於呢一個嘅君王嘅生活嚟講咧，即係一個咧基本嘅供應咧係相當嘅重要。亞哈就好想咧得到呢一個嘅葡萄園，而最初咧其實亞哈嘅提議亦都相當唔錯喎。首先佢提議咧就係嗱，如果咧你拿八將你嘅葡萄園俾咗我嘅話，你中意一個更好嘅都冇問題。作為君王，佢呢個承諾當然係唔會有任何嘅懸念嘅，因為佢係君王嘛，佢一定可以咧將更好嘅葡萄園嚟到去俾拿八嘅喎。好啦，如果咧葡萄園唔啱嘅話，另外一樣嘢愛錢咧，用錢嚟到去賠償，仲要咧好犀利喎，就係話你要愛幾多錢都冇問題，因為咧喺呢一個嘅第2節就話啦，你若要銀紙，我就按着價錢給你。咁咧就好似開咗一張嘅支票俾呢一個嘅拿八，唔寫上銀碼，你自己話幾多填上去就得㗎啦。作為一個君王開出咁樣嘅條件，亦都係冇任何嘅懸念，因為咧錢對一個君王嚟講，絕對咧係唔重要。我哋中國人有話千金難買心頭好，對於亞哈王嚟講，呢個葡萄園就係心頭好啦，攞乜嘢嚟到去換都冇乜問題。所以咧佢呢一個係公平嘅交易，佢咧冇欺負呢一個嘅拿八。如果咧我哋作為旁觀者，可能就會覺得拿八應該咧順應皇命啊，係咪？第一，你同皇帝交易喎，幾光榮啊！仲有佢唔係要你蝕底喎，可能俾更好嘅葡萄園你，或者你想要幾多錢都得，點解唔要呢？弟兄姊妹，如果你係拿八，你會唔會回應亞哈王嘅要求呢？我相信可能咧喺今時今日有好多嘅人就認為啦，呢一個咧既然係公平嘅交易，我又冇乜蝕底，點解唔進行呢？拿八嘅回應並唔係因為佢好中意呢一個葡萄園，或者咧就係佢唔稀罕嗰啲嘅錢，唔係喎。拿八嘅回應就係話喺第3節講啦，係耶和華不准我把我祖先留下嘅產業給你，唔係我唔想俾，係因為咧耶和華上帝唔俾喎。咁即係咩意思呢？你係君王，你嘅權力都應該係好大嘅，不過你嘅權力又唔及上帝喎，因為我作為上帝嘅子民、上帝嘅兒女，呢一個咧係亞伯拉罕嘅子孫。我最重要嘅係聽上帝嘅吩咐。弟兄姊妹，呢一個咧真係一個好大嘅挑戰。今日我哋活喺一個咧咁經濟掛帥嘅社會裏邊，好多嘅考慮都係由經濟嚟到去開始，但係拿八嘅考慮就唔係從一個經濟利益嚟到去考慮，係咧考慮上帝嘅吩咐。
呢個就係俾我哋嘅挑戰啦。今天我哋係咪咧用上帝嘅吩咐作為我哋首要嘅考慮，定係以經濟利益嚟到去作呢一個嘅考慮？甚至乎面對呢一個嘅君王拿八，仍然咧係堅持呢一個嘅立場。咁所以結果佢就唔願意嚟到去俾出呢一個嘅葡萄園，因為呢一個係上帝嘅吩咐，亦都係上帝嚟到去賜福拿八佢嘅祖先、佢嘅後人、整個家族一個咧好重要嘅明證，佢嘅根就喺呢一度。所以咧，當讀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就讓我想到啦，今日嘅香港，我哋面對咧好多嘅舊區都要嚟到去重建發展。的確咧係會有啲嘅付出同埋犧牲，舊咗嘅地方、舊咗嘅樓，可能咧有危險，因為我哋今日睇到啊，就算唔係舊咗嘅樓，係咪喺大學嘅環境裏邊，成個天花唔係一個石屎喎，真係成個天花就跌咗落嚟。更何況咧係一啲嘅樓齡已經咧係咁耐嘅樓宇，如果咧再唔嚟到去重建嘅話，其實咧都會危險。令到咧好多嘅人嘅生命咧都係受到威脅。離開嘅時候就會係切斷鄰舍嘅關係，連根拔起。所以有好多嘅長者佢哋唔願意搬屋，就算咧啲仔女已經咧係可以提供更好嘅環境，佢都希望咧留翻喺原來嘅地方。點解呢？唔係因為咧居住嘅環境嘅問題，係因為咧人情嘅問題、人脈嘅關係。因為咧喺我自己所身處嘅教會嘅社區觀塘，就係曾經咧或者現在都係面對呢一個情況，就係咧呢一個嘅市中心要重建，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就係住喺嗰個地方，咁佢哋咧就當面對呢一個邀請，將佢哋嘅舊有佢哋而家住緊嘅單位交出嚟，然之後咧就會得到呢一個嘅賠償特惠金。同埋咧，將來有機會咧優先可以咧原區安置。不過大家都知道啦，係好難好難，因為咧喺佢哋住緊嘅地方，本來咧又殘又舊，可能咧賣出去都唔多值錢嘅。但係重建咗之後會係點樣樣嘅咧？咁咧其中有一座嘅私人樓宇咧已經係落成啦，當然係同市建局合作啦。呢一個嘅樓宇落成嘅時候，佢嘅入場費係接近1000萬，咁但係得到賠償嘅人可能大概都唔超過300萬。喺幾年之間點可能咧揾到咁多錢嚟到去原區住翻喺度呢？就算而家樓價回落，仍然咧都係唔平嘅。雖然咧呢一個嘅市建局諗咗一個特別嘅方法，希望咧啲長者可以留翻喺度，就係咧有啲嘅細嘅單位，啲長者咧係可以住喺嗰度。不過有個條件。原來呢啲細嘅單位咧係唔可以隨便買賣嘅，係你要買一個大嘅單位，咁你就可以買一個細嘅單位啦。咁即係鼓勵咧啲仔女買一個大嘅單位，然之後咧就准許你買一個細嘅單位，讓你嘅父母喺嗰度住。咁結果嘅入場費就再超過1000萬。試問咧有幾多嘅家庭有咁樣嘅能力嚟到去負擔呢？如果能夠負擔得到，可能咧整個嘅人生所有嘅青春就係喺呢一個樓嘅上邊。咁所以咧，樓奴呢個名詞喺我哋呢一個嘅社會係咧一個好普遍，亦都咧係見怪不怪嘅一個嘅事情。長者唔希望離開嗰個地方，係因為咧佢所認識嘅朋友，佢所熟悉嘅一切，全部都喺嗰度，仲有好多嘅回憶。咁當然結果有好多嘅人都係要選擇無可奈何，交出佢嘅單位，能夠咧係得到一啲嘅補償。但係對於一啲嘅弟兄姊妹嚟講，慶幸教會冇喺呢一個重建嘅範圍。如果唔係教會都被拆埋嘅話，咁可能咧呢一個集體嘅回憶會完全嘅消失。咁所以咧，教會就成為咗好多離開咗呢個社區，但係仍然咧係好希望保持翻人脈嘅關係聯繫嘅一個重要嘅場所。有好多嘅人雖然搬離咗呢一個嘅社區，但係仍然咧係能夠因着返到教會嘅當中，就可以繼續嘅嚟到去見面。亞哈王因為唔能夠得償所願，所以悶悶不樂。結果呢一個佢嘅皇后耶洗別就出手。我哋知道咧，耶洗別呢一個皇后咧係心狠手辣嘅，
連呢一個以利亞先知咧，佢都要嚟到去追殺，結果係令到咧以利亞真係好驚，要嚟到去逃命。所以大家就知道呢一個嘅皇后絕對係唔簡單。當呢一個皇后見到亞哈王有咁樣嘅表現嘅時候，當然作為一個妻子，要為自己嘅丈夫嚟到去解決困難，都係咧人之常情嘅。但係當然佢用嘅辦法就唔係一個恰當嘅辦法，佢用咗咧一個非常所謂咧係惡毒嘅方式，我哋就叫做借刀殺人。不過咧喺聖經嘅當中，佢又唔係借刀，就借咗啲石頭嚟到咧打死咗呢一個嘅拿八。因為耶洗別嚟到去假借亞哈嘅名，要咧嚟到去揾喺呢一個嘅耶斯列裏邊嘅長老同埋貴胄一齊嚟到去合謀，揾咗一啲嘅無賴。咁咧喺舊嘅翻譯就叫匪徒，但係喺呢一個修訂本嘅裏邊譯做無賴咧就更加好啦。無賴即係咩咧？冇原則，唔講道德，咁只要咩咧？收錢就做事。咁所以咧就揾咗一啲嘅無賴嚟到去咧誣告呢一個嘅拿八。我哋知道咧喺十誡嘅當中作假見證係死罪，但係咧作為無賴，佢當然係唔將上帝放在眼內，為咗錢乜都可以做，甚至乎係犧牲無辜清白嘅人。佢哋嚟到去誣告拿八，用嘅罪名就係莫須有，即係乜嘢嘢咧？就係話咧佢毀謗上帝同埋王。咁究竟咧點樣嚟到去知道咧？當然梗係靠人證咧。如果咧係做咗啲嘅犯案嘅事情，當然咧可能有人證有物證等等嘅。但係作為呢一個毀謗上帝同埋王嘅罪名，只要有人指證我聽到呢個人咁講，咁佢就大件事。結果一個咧好快速嘅審訊，因為咧已經有呢一個嘅證人，唔單止係一個添，仲要咧可能係兩個，甚至乎係更多。結果呢一個嘅拿八就被石頭嚟到去打死咗。當拿八一死，耶洗別就知道呢一個嘅葡萄園嘅主人已經從呢個世上消失蒸發，所以王就可以大條道理嚟到去收歸國有。呢一個嘅葡萄園就由拿八嘅名下轉入去到咧亞哈嘅名下。亞哈咧並冇詢問點解拿八會死，佢只係知道佢想要嘅嘢得到啦。佢有冇咧一絲嚟到去懷疑過皇后做咗啲手腳咧？喺聖經裏邊冇提及嘅。但係如果作為兩夫婦，應該咧會知道自己身邊嘅人係一個點樣嘅人，所以可能亞哈都會明白，梗係呢一個皇后做咗一啲嘅手腳，以致咧先至可以得到呢一個嘅葡萄園。因着亞哈運用咗自己嘅權力，雖然冇直接，但係佢冇嚟到去阻止，然之後咧用呢一個權力去滿足自己。呢一個唔單單係聖經嘅時代所出現嘅事情，喺今時今日喺好多嘅地方仍然係嚟到去發生，只不過形式係有所分別。當你睇到有好多公共嘅屋邨，本來嘅商場都應該係愛嚟服侍附近嘅居民嘅時候，今天呢啲嘅商場同嗰啲嘅屋邨已經係顯得格格不入，因為呢啲嘅屋邨嘅商場已經歸入領展嘅名下，係一個上市公司管理嘅物業，以至咧嗰啲嘅店鋪全部都要交好貴嘅租。我哋咧睇到呢一個咧嘅新聞，講到咧哇已經係賺咗好多嘅錢，但係仍然要嚟到去加租，結果咧喺附近居住嘅市民根本係冇辦法喺呢啲嘅商場嗰度嚟到去消費，嚟到咧係使用嗰啲嘅服務。今日我哋嘅社會就係出現咗呢一種咁樣嘅情況。亞哈攞到拿八嘅葡萄園，就係表示咧喺一個極權嘅統治嘅底下，人民係可以隨時嚟到去犧牲。公義喺邊一度呢？當然我哋睇到公義嘅伸張就係由上帝嚟到去顯明。上帝就派遣呢一個嘅先知以利亞嚟到去宣告亞哈王將要受到呢一個嘅懲罰。
因為佢濫用咗自己嘅權力，唔係嚟到去保護上帝嘅子民，為咗掠奪別人嘅財產，可以將人命置之不顧，所以最終佢都會被上帝嚟到去放棄同埋消滅。雖然咧聖經話俾我哋聽，因為咧最後亞哈王都後悔，為自己所做嘅後悔，所以上帝暫時唔將呢個懲罰係咧降到佢身上，但係當然佢嘅後人就不能夠免於呢一個嘅懲罰。呢一個咧係第一個喺經課裏邊咧俾我哋嘅故事同埋提醒，究竟公義喺一個極權嘅環境嘅底下，點樣可以嚟到去伸張呢？路加福音第7章36節呢一段嘅故事，亦都可能係我哋相當熟悉，因為一個有罪嘅女人喺耶穌參與法利賽人西門佢宴請嘅筵席嘅當中，做咗一個好奇怪嘅舉動，就係佢用香膏嚟到去同埋頭髮去擦耶穌嘅腳，結果引嚟非議。因為耶穌係一位嘅老師，佢嘅地位相當嘅崇高，甚至乎認為咧佢嘅道德嘅標準係比其他人都要高。而喺聖經裏面就話呢個女人係一個罪人。點解呢個女人係一個罪人呢？好多嘅解經家都認為，好可能呢個女人本身就係一位嘅妓女，所以喺社會嘅當中被視為咧係道德敗壞嘅。所以咧，當佢擺埋耶穌一齊嘅時候，根本係兩個世界嘅人，係唔應該係走埋一齊。但係耶穌咧竟然冇加以拒絕，讓佢嚟到去接觸，所以引嚟非議，認為耶穌咁做係有失身份。但係當佢哋心裏咁樣想，耶穌咧就為呢一個女子嚟到去辯護，甚至乎去斥責佢哋嘅虛偽。因為耶穌話呢一個法利賽人西門進到去當佢邀請耶穌進入佢嘅家裏邊嚟到去享受呢個筵席嘅時候，並冇按照住猶太人嗰種嘅禮數嚟到去接待耶穌，冇為耶穌嚟到去洗腳，亦都冇為耶穌嚟到去親嘴，更加冇用香膏嚟到去膏抹耶穌嘅頭。佢哋根本唔將耶穌睇為一位嘅上賓嚟到去招待。但係呢一個女人所做嘅咧，係超越過晒佢哋所做嘅一切，顯示呢一個女人在呢一個佢嘅心目當中，耶穌係有非常非常重要嘅位置，係值得佢尊敬。呢個情況就好似一位嘅警察遇到一個嘅賊人，唔單止冇咧為佢扣上手扣，只係咧對呢一個嘅賊人顯示關心，仲要講可以點樣嚟到去幫佢。咁呢個係好奇怪，因為呢一位嘅警察佢唔係社工，佢應該咧就係執法者，佢應該咧就係去處理咗呢一個嘅賊人所犯嘅罪惡。所以耶穌嘅行動就令到人覺得係非常非常嘅奇怪。信仰嘅眼光同世俗嘅眼光真係有好大嘅分別。今時今日，我哋對於咧男女平等視為理所當然嘅事，但係其實喺上一個世紀呢一件事係有點匪夷所思。男女點可能平等嘅呢？喺上一個世紀，香港繼承咗中國舊社會嗰種嘅生活制度，有所謂妹仔嘅存在。妹仔係乜嘢嘢呢？就係一啲窮等嘅家庭為咗生存，喺迫不得已嘅情況底下，要將自己年幼嘅女兒嚟到係賣俾人做呢一個嘅僕婢。咁通常咧，可能都係得幾歲嘅啫。呢啲嘅妹仔咧，好多時候會受到女主人嘅虐待，受到咧男主人嘅侵犯。從今日嘅角度嚟到去講，係絕對冇人權，因為佢只不過係主人嘅一件嘅可能係貨物財產，佢冇任何嘅自主權嘅，佢嘅生死一切都係操縱咗喺主人嘅手中。當今日我哋去睇返呢啲歷史嘅時候，我哋梗係覺得係非常難以接受。喺一個文明嘅社會，點可能接受呢啲咁樣嘅事情係嚟到去存在呢？但喺上一個世紀，其實係一件非常普遍嘅事情。香港係去到1923年先至咧係立法
通過咗一條所謂家庭女役嘅則例，係禁止妹仔呢一種嘅制度咧係繼續存在。但係其實就算當時喺1923年立咗法之後咧，其實都唔係即刻咧消失晒冇晒妹仔，只不過係要讓呢個嘅制度慢慢嚟到去消失。好多嘅小妹妹，佢哋仍然咧係嚟到去被奴役。當你長大少少嘅時候，會受到呢一個嘅侵犯，冇任何嘅保障。呢一個嘅妹仔嘅制度點解最終可以得到廢除呢？其實係當時有一班嘅知識分子同埋係教會嘅領袖基督徒，佢哋挺身而出，因為咧佢哋知道在佢哋所學習、佢哋所認識嘅信仰嘅當中，妹仔嘅制度係違反聖經嘅，係違反文明嘅。咁所以咧佢哋又起嚟成立咗一個叫做反對蓄婢會，嚟到去推動立法禁止妹仔嘅條例嘅制度係繼續嘅存在。其中當時有一位相當突出嘅人物，就係香港嘅禮賢會嘅黃愛堂牧師。當你嚟到去讀香港教會嘅歷史嘅時候，呢個人物會令到我哋覺得係非常嘅了不起，因為佢哋好有勇氣同埋好有信心。大家試諗下，邊啲嘅人先可以有妹仔呢？就係當時喺社會上邊有權力、有財富嘅人，即係話一班嘅教會嘅領袖，佢哋要嚟到向呢啲嘅權貴士紳作出挑戰，將佢哋嘅既得利益嚟到去拎走。大家諗下，容唔容易呢？如果你喺度享受緊呢個制度嘅好處嘅時候，要拎走，話俾你聽，你冇呢一個嘅權利再去享受，我相信你都會好唔高興，你都會去反對。但係原來呢個制度係同聖經嘅教導係有相違，所以一班嘅教會領袖，佢哋就要嚟到去挺身而出，去踐行公義，為到呢啲咧受欺壓嘅人、被欺負嘅人、被剝奪自由權利嘅人嚟到去伸張正義。所以耶穌所做嘅就係作咗呢一個咁樣嘅典範。社會對於公義嘅重視係越嚟越明顯，對基督徒尤其嘅重要，因為好似我一開始所講，公義就係上帝嘅屬性。如果作為基督徒都唔嚟到去實踐公義嘅話，呢個就係我哋喺信仰裏邊一個好大嘅缺失。而呢一個亦都係對神學教育一個好重要嘅挑戰。點解呢？因為神學教育一般俾人嘅認識都係要去訓練傳道牧者，而其中最重要嘅就係受造就嘅人有冇一個所謂正統嘅信仰，英文就係叫做 orthodoxy。正統嘅信仰當然好緊要啦，因為咧係正確嚟到讓我哋認識聖經所教導嘅，我哋嘅神學、我哋嘅信仰嘅概念有冇偏差，有冇模糊？我哋喺宣教牧養嘅時候，我哋係有帶咗一種乜嘢嘅動機、心智同埋技巧？我哋對於教會嘅歷史嘅認識，全部呢一啲都係同正統嘅信仰係有關係嘅。基本上，神學院一路都係咁樣嚟到去從事呢一方面嘅教育。不過，可能都係有相當嘅日子就停留咗喺一個知識嘅層面嘅當中。點樣嚟到去回應呢一個踐行公義嘅問題，就讓我哋知道，原來唔單止要有正統嘅信仰，仲加上要有正統嘅行動。英文就叫做 awful practice。呢一個就喺亞洲嘅地區，好多嘅神學院越嚟越重視嘅一個嘅課題。原來我哋嘅學生唔單止係要有正統嘅信仰，正統嘅行動都係好緊要。正統嘅行動就係代表住我哋點樣嚟到去相信，我哋就要點樣嚟到去行動。如果上帝係一個公義嘅上帝嘅話，基督徒點可能係唔嚟到去伸張正義呢？所以呢一個就係俾神學教嘅挑戰。我哋唔能夠關埋門，唔能夠喺一個象牙塔嘅裏邊嚟到去做學問，而進入呢一個社會、進入世界嘅當中，唔單止係嚟到去體會、了解所謂民間嘅疾苦，因為我哋本身就係民間嘅一部分。當我哋睇到有問題嘅時候，我哋唔能夠嚟到去明哲保身，因為呢一個並唔係耶穌俾到我哋嗰個嘅榜樣。
耶穌同嗰啲受苦、受迫害、被拒絕嘅人一齊，因為佢自己都係一份子，以至佢親身嚟到去示範點樣嚟到喺呢啲咁樣嘅權力、呢啲咁樣嘅轄制嘅當中，要嚟到去説話，要嚟到去改變呢一種咁樣嘅狀況。咁所以當每一次嚟到去行動嘅時候，其實就係話俾我哋聽，我哋要嚟到去反思，檢視一下點解我哋能夠做得到，或者點解做唔到，點解要咁樣去做。喺呢個反思嘅過程嘅當中，其實亦都係一種神學嘅思考。所以踐行公義就係話俾我哋聽，今日我哋點樣嚟到去做神學教育，並唔係一個學院嘅裏邊，而咧就喺一個世界嘅場景嘅當中。其實每一天我哋就係面對信仰嘅挑戰，亦都面對好多呢啲嘅問題要嚟到去回應。所以弟兄姊妹，你唔好覺得奇怪。今日嘅神學院嘅老師再唔係喺呢一個神學院裏邊嚟到去授課，有啲時候可能佢真係會走上街頭，喺議事嘅殿堂嗰度，可能咧會同一啲嘅權貴嚟到去辯論，指出問題嘅所在。因為呢一個亦都係神學教育一個好重要嘅部分。但願讓我哋能夠常常喺禱告，亦都喺行動嘅當中去知道，我哋所認識嘅上帝係公義嘅上帝。亦都當我哋嚟到去培育弟兄姊妹嘅時候，要讓佢哋認識公義究竟係一回乜嘢事，亦都唔單止喺認識嘅當中，更加要嚟到喺實踐嘅當中見證上帝嘅公義與慈愛。求主幫助我哋。阿門。信心領受主俾我哋嘅賜福，願望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安慰以及平安，使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之後可以散會。